做哪一个？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们1年1度，由我们建成乐团，还有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因着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很特别的作为，他们要来做见证。这是我们1年1度的音乐见证的福音主日。那我们待会儿主日礼拜即将要开始，如果你手机还没有关震动，或者是关静音或者关机，请你现在把你的手机关震动、静音或者是关机。我们礼拜即将开始。来啊，咱着结讲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勇士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仔日你若听伊的声，即摆咱请建成乐团来带诗歌敬拜，满有能力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请我们会众一起起立来唱这2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大家平安，平安。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上帝是我们的盼望，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那我们一起来从头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
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宝座的心给有过，我有你敬拜和乐，各在夜在地高音湾，只有你是专兵兄弟。你宝座的心给有过，我有你敬拜和乐。哦，尊贵荣耀冠冕，荣归后你的高音湾。主，只有你肯定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的高音湾，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的高音湾，我们高举你生命的高音湾。来，
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请坐。即马咱做伙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我来刻，恁来用。耶和华是我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峙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即马咱请邱继宏弟兄来为大家做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在这里全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力量，使我在遇到任何事时，都可以更加的坚定自己，永不退缩。感谢你赐给我平安，让我们每个人，无论在生命中经历了怎么样的风浪或低谷，现在仍然能一起聚在这里，分享并领受你更多的恩典。主啊，你是照亮我们生命的一道强光，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在我软弱、哭泣，甚至远离你的时候，你总是可以找到我，用你的手抹去我的眼泪，让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是时刻都有你的陪伴保守着。主啊，只要有你在我们的身边，我必不致缺乏，必不致动摇，必定无所畏惧，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道路、真理、生命，是我唯一的拯救。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向你欢呼歌唱。无论我们过去遭遇了什么挫折、困难，如今旧事已过，我们只会抬头向前，迎接新的一天。因为无论如何，太阳都会再次升起，而你也会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我生命中所有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福音的见证分享会，也请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有你同在保守着。还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咯，咱请建成乐团，伊要唱的诗歌是《It's a New Day》。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就是
一道光。It's a new day， 你为我开门。It's a new day， 寻求找寻见。It's a new day， 你赐下新我新旧新生命。躲避想的更多，也未曾见，但我知道它要发生。天比想的更远，超乎所想，在人不能，在你都能。我要更多亲近，更多赞美，向世界大声宣告。The new day， 就是一道光。It's a new day， 你为我开门。It's a new day， 寻找着寻见。It's a new day， 你赐下新我新旧新生命。You are my power， You are my pride。我要说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You are my power， You are my pride。我要说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一年的繁忙，生活的牢牢，经常的迷惘，说色残芒，挺起了肩膀，卸不下的提防。不用太去在乎，可以装点糊涂，放下无谓嫉妒，走出自我，抵触向着暴龙起诉，你是否已偏离这路？像只小羊回到河边安息之处，常常冲出河来最纯粹的甘露。只要愿意住，就在那无人之处。就添一步，你知道日子早已变路，即使身处难处，也不忘注视着你生命与道路。It's a new day， 就是一道光。It's a new day， 你为我开门。It's a new day， 寻找找寻见。It's a new day， 你赐下新我新旧新生命。It's a new day， 就是一道光。It's a new day， 你为我开门。It's a new day， 寻找着寻见。It's a new day， 你赐下新我新旧新生命。圣经，今日的圣经记伫以赛亚书17章第7节到第8节。我来读。当迄日，人要仰望造化伊的主，目睭要观看以色列的圣者。因无顾仰望家己的手所起的这段，无顾观看家己的指头仔所做的。插走也是列兄。我用中文再念一次，我用华语再念一次。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看着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自己手所筑的祭坛，也不理会自己指头所造的亚舍拉和香坛。上帝的话读到这边，刚到咱请知梅牧师。耶德巴西，我的牧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今天非常欢迎在我们当中的福音亲朋好友。最近由于以巴冲突的关系，我想大家可能对于今天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以色列。我想因为以巴冲突，大家可能对以色列这3个字会比较敏感一点。那牧师在这里呢，特别稍微做个声明。今天经文当中所谈到的以色列，并不是指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泛指所有敬拜上帝，并且承认上帝独一儿子耶稣基督的一群人。虽然现今以色列这个国家，它也是敬拜上帝的族群，但是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到如今仍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是他们的牧者。所以他们绝大部分也都暂时迷失了方向。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
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第7节、第8节说，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看着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自己手所筑的祭坛，也不理会自己指头所造的亚舍拉和香坛。以赛亚书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普遍背弃上帝的时代，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有钱有势的人呢，他们是为富不仁、仗势欺人。他们每天所追逐的、所夸耀的、心里所想的，都是自己手里可以掌握的一切资源。他们机关算尽，一点点亏都不愿意吃。如果要他们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那就跟他们要他们的命一样，除非他们掏钱是换取更大、对自己更大的利益。这一群为富不仁的人，他们偷窃了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上帝祝福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上帝祝福他们，但是呢，用途不是用在他们自己私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自私自利，所以他们偷窃了上帝给他们的祝福，转脸不看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把自己所累积的土地、房产、财产当偶像崇拜，把自己献在一个祭坛，叫做欲望的祭坛。这个祭坛上面，我想，福音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福音亲友都知道，如果你有去拜拜过，你就晓得那个庙里面都有那个神明桌，神明桌上面供奉就是很多的神明，对不对？好，那个祭坛上面所供奉的神像，不管叫什么，一定跟金钱、权力、社会地位脱离不了关系。他们在供桌上陈列了什么呢？不是鸡，不是全鸡，也不是五花肉啊，也不是什么鱼，不是。他们在供桌上所陈列的都是那些不公不义的祭品，就是自私、贪婪、醉酒、淫乱、残暴、利益输送。这样富足的人所仰望的是他们手所筑的祭坛啊。他们的心远离上帝，他们的言行举止更是让上帝感到厌恶。但是他们却有一套说辞，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最终都是在欺骗自己。那么另外还有一群人呢，千方百计要来去巴结讨好这一些人，他们把那些为官不义、为富不仁的人当偶像崇拜，想尽办法要来关说，卑微的乞讨，即使只为了1斗米，他也愿意来折腰。他们的供桌上所陈列的都是虚假跟伪善。如今上帝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向我们喊话，我们所当仰望的并不是自己的势力才能，不是从那些财团指缝里流出来的那些利益，更不是从人来的施舍。那些为官不义、为富不仁的人，那些只仰望自己手所筑祭坛的那些人，就让他们自己去面对上帝的审判吧。我们所当仰望的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有4位弟兄姐妹要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他们如何在人生的风浪的过程当中，不论他们的年纪是年纪轻的，还是已经有一些岁数的，他们如何不再仰望那些人手所造毫无生命的祭坛，不再仰望这世间我们看得到的那些有限的人事物。他们的生命如何在经历神与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他们如何单单仰望那赐下生命活水，而且可以让所有人都永不干渴的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就来请第一位见证分享者，我们的雅娜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们请雅娜姐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用台语，我较认真吼，歹势，因为我是华侨，所以我国语看袂晓。
第一，我要感谢主爱的天父上帝啊，互咱蒙恩的人会当搁徛伫伊的圣殿内底来敬拜俄罗，甚至来讲见证上帝大快乐、怜悯、慈悲，安怎样啊？伫我的心中，我相信侪侪人也有侪侪见证，只是无分享。我鼓励逐个人拢会当分享，因为你愈分享的时阵，上帝的快乐特别愈伫你的心中，伊的喜乐特别充满伫你的内面，伊的平安甲伊的喜乐，是我一定袂使无的物件。所以我今日大先讲，就是讲伫3年外1年前，我发现到我已经是癌末四期，已经是最高峰，拢转移啊，转移到伫头壳有超过5个所在，拢1公分以上的 tumor， 就是迄个肿瘤，脑干、小脑。甲其他的脑，即个医生无互我看，转移到伫骨头，骨头有我的头前遮，佮我的后壁的 spine， 以及我的骨盆腔有几啊块骨头，所以我袂当徛铁马，甲我的大腿、长腿的那2边都是有骨，已经夹甲快断掉了。所以伊的条件就是讲，你要治疗，你一定爱开刀，无你的卧床袂当来恢复。有淋巴，这边也有淋巴。肺部就是拢2边拢种白白，拢白白，吼。佮甚至上致命的，就是因为迄个心脏的心包膜内底积水。这是一个真奇妙的发现，因为我一直咧扫，一直喘，所以倒来的时阵，咱的心脏是安尼；倒来的时阵，伊的水是变安尼，看袂到介济水。但是因为我咧扫，所以我坐咧，迄个水就积足济，所以因讲海浪一般的水，但是要找到迄个海浪一般的水，真正我祈祷上帝讲。我都做迄种白老鼠没关系，有贡献。就一届就好，莫插几啊摆。所以伫迄个中间真痛苦，因为因无注麻射，因为我对吗啡过敏，吼。所以这个中间，当阮知影这个过程到伫诊断的时阵，阮第一天倒转去就是2个拥抱摸咧哭，大家说抱歉歹势，袂当陪伴真久。但是我会记得我有鼓励我的先生，我有甲伊会记得诉上上帝的恩赐。因为10几年前，阮还袂搬来伫南京的时阵，我就已经有迄个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我一半倒边。袂当控制，无叮当，嘛袂当讲话。当迄阵啊，又去马街，有人我的牧师娘带我用迄种救护车，我坐几啊摆救护车去迄个马街的时阵，我流目屎，因为医生叫我讲，你倒手迄个，我倒手拢无法度。我甲上帝讲，要不然你迄半佫害我，若无我即半佫互你，因为我无爱即半。因为我还有囡仔细汉，我还有长辈爱照顾，我就甲上帝讲，我就安尼决定，无你一半互我，佫害我，无我一半嘛佫互你，吼。当上帝怜悯，真正伊佫害我迄半，所以我咧甲我的先生分享，就是记得上帝安怎样啊，过去的日子，过去的稳定。若毋是安尼，可能你10几年来拢咧服侍我这个一半的，也有过甚至伫过礼拜的时阵，因为我毋知影我对吗啡过敏，所以去到台大，伊甲我注吗啡，我就休克，毋知人。如果上帝若毋是怜悯，佫互我倒转来，你早10几年你就无我的陪伴。
所以这10几年拢是赚着的。所以我阁继续讲，咱即摆阁来呢，就是一日赚一日。他拄仔讲it's now a new day， 讲 every day it's new day。对我来讲，就是讲做过来的日子，就是逐工拢是一个新的日，而且是上帝的礼物，吼，上帝互我的，我要安怎活？过去的上帝恩待遐济，过来的我应该嘛爱为上帝来活。所以我的心态一直拢是咧数算上帝所互咱的恩赐。当人会感谢，当人会晓数算，亲像咱的圣诗，即个483首，伊有讲，你着你拄着试炼在的，为你的作为真艰苦，但是你到蕊子失望四面，拢无路啊，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你敢有逐项算来记？爱记咧，无咱会袂记咧，咱拢会真紧甲上帝恩典袂记，所以爱记。阮当咱着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如果我无记的，我嘛袂当伫遮甲你讲，因为我拢有记着上帝的恩典。所以讲上帝恩典着算着少，你减算会了。伫阮破病的人的身上，阮愈看愈侪上帝的恩典伫我的手上。甚至今仔日我徛伫遮，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本来出院想讲做我会派一个呼吸器，结果我出院无派呼吸器。你知影我偌欢喜无？因为我开迄个骹，爱压个2支，要搁安怎样派一个呼吸器？我的生活是要安怎？所以上帝偌大的怜悯，一摆搁再一摆。我用即个 PowerPoint 来互咱看，就是讲即个就是我的腿骨啦，我是倒病，因为迄面顶遐迄个也已经要断去啊，所以伊有拍一支钉啊，伊安尼了后才开始互我食标靶药啊。即个就是我的肺，但是即个毋是上糟糕的一款，可能有比即张搁较糟。这是了后，嘿，这个是上后尾摆最近的迄个，我想搁爱搁为倒位。这个就是大声石的迄个肺部。你看肺部正常是乌乌。我2边拢白啊，所以我家己我有医学概念。当迄个时阵发现遮尔侪的代志，我也知影，感觉我讲这是无愿望啊。伫医学来讲，这是袂当治疗的，这个是叫做缓和治疗，互你袂痛苦互你的时间会当看严重偌久尔定，是这个意思。所以，伫人真痛苦的时阵、折磨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安尼无咱当来天家较好，所以有即个想法。我伫遐住院27天，伫即27天的中间，有迄种叫做安尼，真正痛苦，因为伊是无甲你用麻醉迄是真紧急的，所以拜托我的先生查到迄个水的时阵，叫我的先生倒转来去病院签同意书就甲我插落去。插落去感觉我会当呼吸，感觉足好诶。但是问题是过几工了后，因佫甲迄个插落去心脏遐，佫甲伊一直甲伊揪去较迄个肺部。当我要出院的时阵，差不多有30公分、40公分的内底，所以伫迄个中间，因是甲我安那，手绑起来，骹绑起来，是甲你拢固定的。你只有一支喙，伫遐一直挤，一直挨，到尾就无声。我做了的时阵，我一直甲医生讲，住院医生，无人道，无道德。我讲恁医生拢毋捌家己去做看觅咧，我真正会痛苦，
但是后来我才知影，因这是不得不安尼做。我嘛足感谢上帝。我是牙医，如果有我若共创喙齿，人安尼记吼，我一定做袂落的。但是我记甲安尼，一直记一直记，啊，因佫继续一直撑一直撑。我感觉迄医生吼，心脏足强的，啊，手嘛足真正足肯定的，啊，会当完成即个任务。迄若我做袂落，但是这是必要的，因为因讲，如果你若是甲我麻醉。啊，我的心脏已经积水遐济啊，伊心跳足低。如果若有万一救袂起来，因无法度救，我会才安尼去。所以因无爱冒险，所以就是固不二三种。我的心脏医生伫遐休，因为你袂当做止痛的，所以你较辛苦，爱忍耐安尼。哦，这是真正真痛苦。上帝隐捌真济，互咱无知影的，是因为伊知影咱的信心无够。上有人讲哦，你足勇敢的，我讲无勇敢。上勇敢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知影伊要面对顶的是一个会痛痛、甲辛苦、甲精神的折磨，但是伊甘去面对。那我，你甲我讲，你要甲我安尼做，我会讲，我不要，就这样做好了，不用那么麻烦。哦，所以这是。毋知的中间，上帝恩捌，互你去安尼面对，哦，所以上帝真奇妙，才着安尼，互我会当搁伫迄个绝望。我感觉讲，我是要伫遐来做因的白老鼠，贡献互台大，看要安怎创拢袂要紧，哦，但是莫互我真痛苦就好啊。所以伫即个中间，啊，教会厝里的人真侪人咧为我医治的祈祷，后来有一个。上帝讲，你敢无感觉真歹势？你敢若一直要休困，敢若讲哦，安尼较好，对你较好。啊，对遐个家庭，对遐个你的亲人，为教会遐日子要迫切为着你的医治的祈祷，啊，遐个人所付出的，你敢讲无一丝的感情对因来感谢吗？所以我有想到，好啦，若既然你要互我活吼。啊，着莫活甲遐痛苦，啊，我愿意来合作，吼。啊，所以呢，我着食标靶。伫照标靶开始时阵吼，一暗爱走3摆，啊，喙拢会破去，黏膜迄落，啊，无胃口。啊，你愈着急愈无胃口，你的白血球着愈落去。啊，你愈白血球落去，你就袂当做标靶，啊，所以你就会搁较焦虑。伫即个焦虑中间的时阵，我咱想讲，咱基督徒咱为着上帝，我为着基督我想，啊，为着基督食，我着家己强迫家己，暗顿煮的，互大人做伙食，啊，一碗汤啊，放喺电视头前，一喙食落着你的，安尼，啊，我一直安尼食，啊，照常做。同款，那亲像人啊看到我，伊嘛毋知影讲我是一个病人哦。我来到见证的时阵，我若莫讲，你嘛毋知影，迄阵仔是咧食标靶，嘛会当继续做家庭的代志。所以我迄阵真，我的心常常拢是有迄个喜乐甲平安。所以，我伫标靶的中间，我肥5公斤啊。因为我按算讲，若是爱迄个化疗吼，可能会较瘦，所以我着一直家己拼命，一直食着你的，食着你的，啊要活着爱活较有见证咧吼，毋好活甲安尼足艰苦，足迄落安尼吼。所以我的心态拢一直拢是安尼吼，就是讲做读书2年教授甲咱讲5章10到18章，就是讲说你爱着常常安怎欢喜，毋是你好的时阵才欢喜。伫艰难的时阵也欢喜，我会记我住院的时阵看迄种迄15台好消息频道，因伫遐咧学乐，我讲，恁伫遐拢足健康咧学乐，当然咧，毋拄我伫遮病床，我嘛学乐呢，所以呢，即个学乐较即个感谢，就是咱爱安尼行出来，上帝开咱的位遮，但是伫迄个住院的中间有一个差距，就是当。你住伫病院啊，你感觉讲啥物拢无问题啊？医生嘛有，药仔嘛有，啥物嘛有，但是有一个时刻就是
连医生、连药啊、连啥物拢袂当帮助你，连你听你的丈夫嘛袂当帮助你的时阵，迄阵啊你着，好，迄阵啊你就是爱仰望上帝。我着甲上帝讲，我迄个平安甲喜乐，我无去，请你搁害我。我讲检察官若讲我要倒转去，即个是犯罪，请你赦免我。我伫遐祈祷，上帝真正互我即个平安甲喜乐搁倒转来。这是我的迄个表白。到伫今年的3月，就是化疗。我毋知影化疗遐痛苦，但是即个化疗，我感谢教会兄弟姊妹的祈祷关怀，特别是2位牧师到我的厝来甲我陪伴甲照顾，因为看到我是遐年啊，着软弱卑微，若一只大蚊啊伫个面床啊伫遐旋，我搁一摆记着上帝啊，你若要互我活，莫安尼，互我亲像人，好无？若亲像我的表白的时阵，你会使减轻我遐个，要讲做。肺毒，就是讲做化疗会无爽快，亲像表白共款无？安尼我要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今日就是徛伫遮，是因为我有甲上帝讲，我要为你做见证，因为遐拢加减轻，互我会当搁倒转来，亲像食表白的时阵，所以时间问题歹势，咱要来唱一条歌，就是讲。上帝检采，互你拄着艰难，但是即个艰难要成做一个化妆伪装的祝福，啊。这个给你，好。心里有蓝。
阳光归予上帝，平安归伫咱每一个人。谢谢雅娜姐的见证分享。我们最后都会面临到生命的问题，也求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今嘛，咱请林文成弟兄要来做他的生命见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拄啊，杨娜姐讲，面对迄个医疗的痛，是足恶担当忍耐。但是我要分享的是，看无明仔载，但是还阁负责任。迄种心情的艰苦，是搁较无法度去担当的。今仔日伫遮，我要甲大家分享我所经验中的上帝，甲我所领受到的上帝。我了阵讲，因为我有记忆力退化的问题，所以我需要看过甲大家分享。毋过我看到有2个兄弟同款有准备过，所以我就较安心。我是出世伫基督化的家庭，真感谢主。一出世，爸母就甲我带来遮，互建成教会的创始牧者，就是咱黄乐典牧师，伫遐甲我幼细，互我进入受主日学、受青少年团契完整的生命根基的造就。互我伫真少年的时阵，就会当认识上帝，进入恩典的门。阮到1977年，阮本来住台湾咯，搬厝搬去甲上山，落尾搬去甲南港，即马搬住伫个迄个十指。毋过遮侪年来，我的爸母不管阮搬搁较远，因悠远倒来伫咱建成遮，甲兄弟斗阵敬拜上帝。因即种的信仰的态度。互阮时势有真大的模范，所以第一个卡者，我今年64岁，虽然自细汉伫教会大汉，但是对上帝的认捌，我毋是对逐礼拜的聚会、团契的聚会、读圣经、祈祷，安尼来认捌我所听到、我所信的迄个上帝。是伫人生一摆搁一摆的生命的波折的中间，我去经历着上帝，去拄着上帝。伊安怎伫我的生命内底，互我长头对面看到一个是搁一个大权呢，搁真搁活，是永远活生命主权的上帝。我今仔日只简单分享2个，伫我甲我爸爸身躯上有类似经验的上帝的作为。去年10月，阮妈妈礼拜伫遮做礼拜，转去了后，拜一下晡，都没有预期，伫个浴室内底在洗迄个小东西，全倒落去。阮爸爸看到到底，就真赶紧要去甲扶起来。安尼知影93岁的老大人已经肌少症无力，全甲妈妈摸一下来，转落坐，哇，腰脊骨压迫性骨折，倒喺眠床是袂痛，但是若要翻身要起身，就痛甲袂讲咧。走去找神经外科的医生，伊讲阿伯，你遮济岁啊，你即个病应该是吼，爱马上开刀。若少年30岁，我马上就甲摆开刀。但是你安尼风险遐尼大，迄一个刀遮尼大个刀，伊无建议讲开刀，伊就讲无安尼啦，先注骨水泥，食止痛药啊，你较食倒咧，看会当慢慢吼。伊嘛无讲未来的变化是安怎，但是爸爸转去厝诶，
药啊食，倒，但是既若要爬起来，就疼啊，袂烦，实在是无法度去形容。伊是真够忍受迄个疼的人，但是我就带伊去看迄个神经内科的医生，结果医生开3种药啊，阮囝婿是骨科医生一看，伊讲这3种药啊，上腰子、上肝，搁上迄个，伊讲即种的止疼药啊吼，是对身躯有败害。所以如果叫伊20天倒伫眠床，拢总袂使爬起来，包括放疗洗身躯，拢总袂使离开眠床。敢若食饭会当稍微体悬枕头15度，意思就是要互伊完全倒咧。阮爸爸挡袂牢啦，伊是户外阳光男孩，要安怎我都叫伊讲，难道要叫我做木乃伊？反对，无法度，我只有搁倒转去找外科的医生。结果迄个省外的医生讲，若既然安尼吼，无安尼啦，共款来开刀啦，吼，试看卖啊。毋过伊即摆骨质疏松非常严重，所以要先处理迄个骨密度的问题，互钉仔拍会掉，咱再来开刀，安尼先注射，吼，骨质增生，食高钙，3个月了后，咱转来看卖啊。若会使，咱再来开刀；若袂使，都要继续安尼处理。即回爸爸伊就较乖啊，本来吼叫伊倒，伊倒袂掉，起来佫哀叫。即回伊就伫医生面头前点头讲好，我就照你意思做。可是转到厝，若起来要上厕所要创啥时，就疼甲哀叫。伊有一天回头甲我问讲：安尼到底是要安怎？到底是要安怎？迄当阵一个信心的声音，互我甲回答：咱会当做，就是照医生所吩咐，照时间注射，照时间食药啊，较骨力倒的。咱袂当做的，你会拍拼祈祷，出来祈祷。我摕我39岁，共款我的腰脊骨30椎间盘突出。去找4个咱台北上大间的4间病院去检查，所有的医生拢甲我讲，干那开刀无法度解决。当阵我是倒伫迄个中小医院，采访长老逐工来甲我看，有一日伊甲我讲，文成，耶稣甲我讲，伊要医治你，你免开刀。我掠牢迄句话。我都一直凭圣经，一直看册，一直找资料，要了解我家己的身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啥物办法会当好起来。伊带我去庄以西节牧师的医治见证会，我吼倒伫迄面床，好势好势，爬起来无法度超过1分钟，疼甲袂讲的爱跪落去，互迄个脊椎骨水平于地面。我去到庄以西节中山堂遐，根本坐袂掉。我讲我来转，迄当阵我根本就。咱读圣经拢知讲，爱靠主得胜嘛，要有信心嘛。人若到迄当阵痛疼的时阵，啥物信心是真大的考验。我就要来转，对2楼要落去，落去楼骹的时阵，差点摔落去，因为我的倒骹因为神经去了迄个椎间盘吼严重的压迫，下骹的神经拢死去啊，骹的肌肉已经萎缩。等下采访长老伊来甲我讲即句话的时阵，本正我的教会有一个恩泽执事，伊去开伤罪，伊讲哦，即个医生真好，介绍我去北医。伊遐有一个全台当时2台的迄个中指刀，要帮我开。我掠着即句话，逐工安尼转去厝的。我本来带伊转去厝的，爸爸 copy 迄套复健的设备。遐久3个月没有消息，是真痛苦。教会兄弟来甲我探访，我是用爬出去见客3个月，39岁，我问医生，医生讲没有打开来看，不知道。你先复健一段时间看看。39岁，公司业务收入拢靠阮伫外口走总。专业的医生跟你讲，看看2个字，没打开来看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我信心实在是行到真崩，我甲上帝讲，凡说即位即事一直伫甲我提醒讲，会当有即个医生，是毋是你要帮我准备的一条路？我就去陪伊。第一礼拜实在是听甲袂讲的，我就坐护士团甲我开医师休息室，互我倒遐候诊。哦，看好第二礼拜来排刀，但是第二礼拜去的时阵，我咧等的中间太奇怪，3分钟、5分钟，那无倒落去。我随甲太太讲，我发现这个事情不是不能改变，3个月，等去了，赶快一天做8个小时以上的复健，扭掉的，扭甲2个这边边拢臭回答。可是我都掠迄句话，神要医治你，你们开刀。半年过去啊，毋知倒一天，突然间爬起来，当时好去我毋知，就是恢复到我现在这样。我还有一天回登去中校回诊的时候，医生讲啊，你落要伫倒开？我讲我无开刀。那个医生很不敢相信，讲这么严重的迄个受伤，毋捌看到无开刀会当复原的。我讲你即马就看到，上帝医治。所以我甲即个实际上的经验，我甲我的爸爸讲，伊讲你少年啦，但是我讲拍拼祈祷，上帝要医治你，咱有上帝。医生甲爸爸讲3个月时间，但是我到第5礼拜，爸爸有一天我看伊环会的看护讲，甲伊迄个拐杖，我创拐杖互伊支撑吼，较袂去压迫会疼嘛。伊讲去收咧。我讲毋通啦，你若无拄好，你骹佫无力，若佫跋倒佫较大的伤害，要安怎？伊讲无要紧，我会当换拄啊，换壁，会当刷叮当安尼好啊。啊，咱想讲年纪这么大的，咱就是顺意，只要他开心就好。下面第6个礼拜，我要去回诊，啊，我先入去，医生咧打电脑，然后问，就叫爸爸的名入来。阿伯，你用行入来，他吓一跳。伊讲93岁的老人家，粉碎性骨折，佮有碎骨去撞到迄个神经，有2个痛。第一个柱骨泥撑开，迄个脊椎骨可以免除骨折的痛，但是撞到神经这个痛，除非剥离开迄个碎骨，啊若无就是剥离开神经，不然迄个痛是一碰触就痛，而且是剧痛。他不明白。我讲上帝医治，伊讲医生讲啦，讲啊，你照顾了真好。我甲应一句，我袂为做啥物，上帝医治。我的镜头佫起来啊！我袂记你刷落要讲啥。好。即摆说讲，人的医生爱用12礼拜时间，3个月了，你搁倒来检查看卖，看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适不适合用我的医学专业来给你斗相共。纵然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迄个骨甲神经丛是挖到顶的，若无拄好就向你配亲安尼。医生嘛真无把，但是上帝讲毋免12礼拜。6礼拜，都互爸爸安尼行入来。对迄天开始到即马，伊逐工在进步。好天出去外口行，落雨啊，都伫个内底安尼行。晒日真积极的，伊在复健。这是咱看到上帝伫这几个月来。进前有迄个种爸爸倒伫眠床，牧师去甲探访的时阵的照片，遮尔大的改变，人的医生医学无法度，上帝讲主权伫我，你爱相信我。今仔日伊往哪坐伫伊爱坐的楼顶，伫遐甲咱三甲伫敬拜，则感谢上帝。我讲吼，圣经讲无对迄
迄个大鱼，迄个新食以后无够有新食。但是我讲，这个若毋是叫做新食，什么才叫做是新食？吼！所以，亲兄弟，我今日要讲的重点，毋是伫夸口讲咱的上帝有偌大的气力，互咱会当有求必应，毋是像咱世俗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败有保庇迄种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因为伊疼咱，伊暗路听正人的祈祷，凭咱的信心向伊求讨，伊甲咱正咱的心。其实上帝搁较看，搁较要紧的是咱甲伊中间的关系。伊疼咱，伊是疼，伊爱咱去承认、去接受，伊伫十字架顶为咱流血的赎罪的功劳。伊爱咱相信，伊是对世人中国活的上帝。即当阵，伊永远能够活着。伊爱听叹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伊要将永远活的礼物赏赐予咱，互咱有一天结束伫咱地上的生命的时，会当转去伫天顶永远的祖家，甲主三较欢喜，互咱有即时就有永远的愿望。这都是咱基督教信仰甲一般世俗，逐个人嘛咧做见证讲啊，什么神、什么主，甲因帮赞，互因得到财富啦，得到名声啦，得到健康啦，得到婚姻啦，等等。但是咱的上帝毋是安尼，伊爱咱伫生命中会当更新。亲爱兄弟，我已经得到即份永远活宝贵的礼物，你凡事已经得到，还是你有想要得到无？哈利路亚！我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好，谢谢文成弟兄。我们接下来要回应文成弟兄的见证，我们乐团准备一首诗歌《唯一拯救》。之地你照亮，尊荣君王，你认得我的模样，亲爱救主，渴慕你来到身旁，只要你在，不惧怕即便风浪。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战胜一切，荣耀归你。举目仰望，灰暗之地你照亮，尊荣君王，你认得我的模样，亲爱救主，渴慕你来到身旁，只要你在，不惧怕即便风浪。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战胜一切，荣耀归你。
是我唯一拯救，永在的救主。你展开膀臂，我毫无畏惧。你是我唯一拯救，永在的救主。你展开膀臂，我毫无畏惧。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战胜一切，荣耀归你。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战胜一切，荣耀归你。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战胜一切，荣耀归你。今晚咱请刘芳薇姐妹来做她的生命见证。大家平安，我是芳薇。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从拜拜到现在信上帝的过程。那一开始我会去拜拜呢，就跟很多人一样，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瓶颈，想寻求帮助。那当时我觉得透过拜拜，事情都会变得很顺利，也能很快速的完成我想要的愿望。所以每当我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去拜拜求签。那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有一次我不小心忘记还愿了。那自从那次开始，我真的发生一连串倒霉的事情，也加上身体出现了各种的状况。那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回到拜拜那个地方，我问那位神明说，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发生这些事情啊，各种倒霉事跟身体出状况，是不是因为我忘记还愿，所以你在惩罚我？那他当下这样回答我是。那于是我又再问一次，答案却是一样的。那我当时其实有点愣住了，我想说，我拜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神？那我也跟他讲说，感谢他曾经的帮助，但我没有要继续这个信仰了。他也同意了。那就这样，我以为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的时候，就在我离开拜拜的那个地方，真的是一踏出那里，我的心里竟然产生一股很莫名的恐惧感，让你非常害怕。但当下我还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觉得好像就怪怪的。那直到回到家，那股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强烈到我是连在白天都没有办法闭上眼睛休息。那种感觉我形容一下，就很像是有一种看不见无形的力量，然后从旁边整个笼罩着你的身体，让你很恐惧、很害怕，就很没有平安这样。那白天那么恐怖了，晚上更不用睡了，就是整个晚上开着灯也没有办法睡觉。那就这样很煎熬的几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我最要好的朋友婉柔说。那婉柔她是从小到大就在教会长大的，她跟我说我可以来到教会寻求帮助。于是我就这样踏入了教会。那见到2位牧师呢，他们跟我讲说，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也是最大的，要我不要怕。只要我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读经、祷告、宣告上帝的话语，那个事情一定会好转的。那也给我一本圣经让我回家读。那就在有一天晚上呢，那股感觉非常强烈的来。那个时候半夜，我真的是吓到从床上坐起来，马上拿出牧师给我的圣经。由于当下真的很急迫嘛，我没有办法说从哪一面呢开始翻这样读，真的是从翻开是哪里我就直接读了。那个时候呢，我看见上帝透过圣经在跟我说话，让我感受到非常大的安全感。那个时候我读到的章节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当时心里真的觉得，上帝一定是听见我的祷告，告诉我说他会保护我，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紧张了。那在有一天，那种感觉就突然出现了。那一次我是透过祷告，然而上帝在梦中让我听见他的声音在跟我说话。那我都听见上帝的声音了，我还怕什么？所以自从那一次呢，我再也不害怕那股黑暗权势的搅扰了。那这件事情也依靠了上帝的力量度过了。那也因为这样呢，我养成祷告的习惯。那有一次我情绪非常低落，我真的是边哭边跟上帝祷告。那时候是想到我家里的事情，因为其实我是在一个没有爱的原生家庭之中长大。那从小呢，我跟别的家庭比起来，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家人的关心，在家是完全都不会讲话的，就像室友一样住在一起。那如果有开口讲话，也是讲一些像是很负面的言语，像你怎么这个都不会？你看别人有多好，生这个没有用啊，不用指望你了之类的这种话，所以导致我常常对自己都很没有自信。我觉得像我这样这么没有价值的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因为连我的家人都是这样看待我的。那我也跟上帝讲到说，我之前会去拜拜啊，也不是说贪图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想要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因为当时我还会把我的心里话呢跟那位神明说，还有我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家没有人会认真听我讲啊。当时我想说，每个神明都是慈爱的，那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身体的状况也都没有好转。当时我真的哭得很伤心，然后讲到后面我是这样跟上帝祷告的，我说亲爱的天父，那些难过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再去想了。我想跟你说呢，下礼拜是我的生日，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有你，就是我希望上帝能够永远陪着我，永远爱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陪在我身边，不会离开我，成为我永远的力量跟依靠。那就这样呢，讲完的时候我还是很伤心的，就是这样去睡觉了。就在那天的晚上呢，我得到了上帝在我的梦中回应我的生日愿望。在睡梦中呢，我梦见非常清楚的4个大字不断的浮现，那清楚到我马上是起床去查说这4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在圣经里有看过，但我还不确定它的意思是什么。那大家可以心里猜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我查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也觉得心里很温暖。那个时候，在我梦中浮现的4个大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以马内利。圣经里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当时觉得我们的上帝真的很慈爱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我的生日愿望，告诉我他永远都会在我身边。那也经历过上帝的救恩，还有种种的回应之后呢，我在去年的10月受洗，正式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记得在这之前，牧师有跟我讲过说，受洗后不代表从此一切顺利，没有困境。有时候呢，
面临到的可能是一些试炼，要来考验你的信心足不足够。那当下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没想到就在受洗的2个礼拜，有一天呢，我妈妈回到家跟我讲说，医生说她确诊了乳癌。那我当时听到，我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我想说，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啊？而且我不是才刚受洗吗？怎么会这样？那以后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对未来真的是充满迷惘。但是我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我的信仰。那段期间呢，我依然读经祷告，把一切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那也感谢主，在我妈妈治疗期间，一切都非常顺利。化疗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副作用。那现在已经做完所有的疗程，也恢复健康，真的很感谢神。那我有讲到说，我跟我家人关系都非常的不好。那因为妈妈生病，我们多了很多的相处时间。那在有一次的对话当中，得知说，我妈妈也是在一个没有爱的原生家庭之中长大。那她跟她的兄弟姐妹们感情也不是很好。那我心里就在想说，一个没有被真正爱过、不懂得什么是爱的人，是不是他用错了方式去？他不懂得付出，因为他没有感受过，他也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因为我拥有了上帝的爱，我想说，我要用更多的爱跟包容去跟他相处。但那段期间，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发生了很多的摩擦跟2次非常严重的争吵。那第一次，我妈妈开始就讲一些很偏激、很负面的话，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就是我觉得说，在她生病期间，我真的是尽力的去打点一切，也改变自己的个性。那为什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啊？而且我在家还是感受不到那种温暖。于是呢，那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是翻开了圣经，我想说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这样。那时候我翻开也是直接读了，没有说从哪个章节这样去看。当时呢，我又读到上帝透过圣经来跟我说话，让我真的是看到，真的是眼泪不停的流，真的是哭得很惨。因为我觉得上帝懂我的心情，用这样的方式安慰我，也让我觉得我只要有上帝的爱就够了。那当时我读到的章节是诗篇第27章第10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其实现在想起来是觉得很感动，因为真的觉得上帝很慈爱，知道我难过，透过这样的方式跟我说话。那接下来在第2次的争吵呢，我把一直放在我心里面的话都跟我的妈妈说。我说我真的很羡慕别人都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关系，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那为什么我们只能用这种的方式去相处呢？我说我能做都做了，也改变自己的个性，希望你能替我好好的想一下。就这样讲完，我就进入了房间。但没想到就在我要出房门的时候，我妈妈进来跟我说：“你不要生气了，你讲的我会改进。”那当下我其实非常惊讶，因为这种事情在我家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那也自从那一次呢，在我家再也没有出现任何负面的话语。那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从原本非常差，完全不讲话，很多争执，到现在我们还会彼此分享自己的心情，真的是关系改变了很多。对我来说，真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说，在生活上，不管有任何你们觉得很难改变的事情，只要我们持续的依靠上帝，相信一切都会有奇妙的转变。那在这里，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出手拯救我，给我很多的爱跟温暖，并且带领我来到建成教会一样这么好的环境。这边有2位非常好的牧师，我觉得他们都把我当成家人一样关心，所以我每次看到牧师呢，我心里都觉得很温暖。还有我们每个礼拜4还有社青的聚会，那大家在聚会中都会彼此分享自己的心情，一起追寻我们最爱的上帝。
真的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我还想要特别感谢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婉柔，就是真的很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给我很多的爱跟肯定。我觉得在我生命中能拥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这是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那最后我想套用一句我们义节牧师最常讲的话当做结尾，就是我们建成，我们有爱。这对我来说不是说随便喊喊的一种口号，而是我真正在这里感受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建成当中。就是我很感谢上帝给我的一切，所以我现在从原本心里常很孤单，觉得没有盼望，到现在常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很感谢，也觉得心中都很幸福，因为知道上帝都一直陪着我。那接下来这首歌叫《生命之路》，献给我们最爱的上帝。人生不断重复悲伤，欢笑或许能掩盖愁苦，但忧伤仍然在那。唯有你的话能使我坚强，让我毫无畏惧来到你身旁。我要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引我。我谦卑在里面，愿你的公义彰显。我要我的生命有新的转变。当我跌倒、失落、绝望，人生不断重复悲伤，欢笑或许能掩盖愁苦，但忧伤仍然在那。唯有你的话能使我坚强，让我毫无畏惧来到你身旁。我要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引我。我谦卑在里面，愿你的公义彰显。我要我的生命有新的转变。天怎样高过地，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
在里面，愿你的公义彰显。我要我的生命有新的转变。我要我的生命有新的转变。好，谢谢方威的分享，感谢主带领他到我们的身旁。接下来我们要请钟立爱弟兄来做他的受洗见证。大家平安。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信仰旅程。那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惊喜或是很奇异的意象，但或许就是可以让大家有多一个可以参考，或是希望可以打动大家的心。那应该蛮多人都知道，我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也在这间教会长大。那就是因为对耶稣、对上帝的爱，我非常的就是从小就非常的熟悉。但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感觉，让我慢慢就是这种似懂非懂，利用他的爱的感觉，让我慢慢远离了教会，因为产生了自大。然后也感谢上帝，在这段时间他没有放弃我，在我迷失自我的时候，他还是派了不少的天使，包含我的家人，在我身边引导我。那这个过程呢，也让我开始学会重新认识自己，然后我也放下过去的包袱，那让我改变我的思维。在我30岁的时候，那我就是去年圣诞节我受洗了。其实这个决定说实在的，是来自于社会的压力。怎么这样说呢？是因为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身边的朋友也都纷纷，就是我的社交圈里面，我身边的朋友也都纷纷步入婚姻生活，甚至生子。那我也常常会被问到说，例如什么时候换你啊，什么时候结婚这种。那其实人的恐惧就是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嘛。所以在这种面对未来啊、金钱啊、感情、信任，就是各种可能未知的领域，我感到蛮害怕的。然后这种压力呢，就是反而是促使我自己开始像我刚刚说的，重新审视自己，意识到呢，其实我已经处在一个相对不错的环境中了。但是我以前都觉得，就是反正我要什么就有，然后我什么东西我其实不太理解珍惜是什么，就是包含感情啊，包含物质，就是我对于珍惜这个我比较没有这么的理解。那也因为这样呢，我开始学会了珍惜，我开始感激身边那些对我好、对我关心的人，然后我也不再对事情抱着应该如此的期望。那我也是时常的提醒自己要怀抱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也开始放低我的姿态，因为其实也慢慢明白说，在生老病死面前，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过去那个以自我为中心、蛮横不驯的我，在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之后，我逐渐开始破碎。那现在呢，我对于外界的一些可能纷扰啊，或是说你必须就是礼让啊，或是对外界的让步，那这些其实已经不会再引起我的情绪的波动了，可能是学会了谦卑。那如今我对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和看法，我学会了感恩、爱还有接纳。
那我可能是透过这个信仰，我非常感谢这个信仰，让我找到了一扇可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智慧之门。然后我知道说我们常常都会想要习惯当一个好人，就是你希望你自己散发出来的是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当成一个好人。但是因为不同的身份，会带给你的视角或是思维的切换。例如说，我虽然是个人，但是我有很多身份。例如说，我现在是某人的儿子，之后我可能会变成某人的爸爸，或是我现在是某个人的员工。我可能是某人的老板，或是我是某人的会长，我是某人的牧师。那根据这样各种的身份呢，你会有不同的角度的困难需要面对。你可能没办法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永恒不变的指标和标准。我觉得就是爱啊，就是耶稣的爱。那这种爱它可能不受身份地位或是情况的限制，所以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不是打鸡血的那种短时间的特效药，它是会在我们生命中变成一种习惯。那我我认为我最大的转变，可能是慢慢开始变得容易感动。过去呢，我常对正确与否固执己见，就是我可能以前也很像那种就是很重律法的法利赛人那样吧，就是我会觉得，例如说我开在路上，我开好的好，你为什么要插我的路，或是你为什么要插队？就是我会觉得别人的，你会以自己为中心来思考，你会觉得别人的错，甚至你会觉得有人有犯错都是别人的错。那然而，这个信仰让我明白呢，当面对如果你要在正确和善良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选择善良，因为价值观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那在一切变化中，我找到这个可以持守的信念。那这个信仰就是教我的爱。这边我想要用一小段话来跟大家讲述一下我目前所理解的爱。那其实呢，爱并不仅存在于两个相爱的人之间，而是你眼前周遭的一切。我期望你能学会打开双眼，去细心感受生活中的每个面向里的爱。爱存在于每个清晨的日出，与你最喜欢的气味交织在一起。它在你与朋友欢笑时震动，也在你拥抱亲人和朋友时，在你们身边来回弹跳。当你听见一首喜欢的歌词，或在理解感动时，你会发现是爱在你的胸膛里鼓胀。我真诚的希望你能爱上成长、改变、混乱，甚至搞砸后的美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在那曾经缺乏爱的角落，我期望你能找到爱，并在那些可以被忽视，但是可以变得更加柔软善良的地方找到爱。因为在我学到的一切中，爱是你眼前周遭的一切，爱就是一切。从古至今，我们也赋予爱许多象征，其中一个就是太阳。在古代，尼卡是被奴役者们的太阳神，是他们的解放者，而耶稣也同样是我们的太阳，能够驱散黑暗。即便你正走在一条十分崎岖的山路，甚至是死荫的幽谷，耶稣仍会照亮你前方的道路。太阳的光辉总是能穿透黑暗，为我们带来温暖和光明。因此，我们要继续相信，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爱的光芒仍然会为我们指引方向。当我们身处在黑夜之中，也要怀抱盼望，因为太阳总会再次升起。
角泥泞的我如此深刻，次次轻牵我手向前走，即便别头松手，你依旧用力爱我。大雾总是弥漫，使我脚前迷惘。温暖的手牵引着手，我就是光。现实使我心力交瘁，无从抵挡。真实的你带来永恒爱与盼望，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高山到谷底。你一直都在这里，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亘古到如今，不用说明的奇迹。如此奇妙，你爱那双脚泥泞的我如此深刻，次次轻牵手手向前走，即便撇头松手，你依旧用力爱我。大雾总是弥漫，使我脚前迷惘。温暖的手牵引着手，我就是光。现实使我心力交瘁，无从抵挡。真实的你带来永恒爱与盼望。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高山到谷底。你一直都在这里，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亘古到如今，不用说明的奇迹。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高山到谷底。你一直都在这里，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亘古到如今，不用说明的奇迹。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本家到地极。耶稣是爱最美的印记。好，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17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 ，PPT 上也有，一起来请。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看着以色列的圣者。在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难免会有迷惑、迷失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这位牧者，他能听见我们在内心深处的呐喊。他也知道我们的体质到底能承受多大的挑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即使我们落在死荫幽谷里面，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他手中的杖能击退任何的恶势力，让我们得到周全的保护。因他手中的竿能指引我们走一条丰盛的路，使我们的人生得以有明确的方向。愿主施恩赐福保守，带领所有愿意跟随他的羊，一生一世都有恩惠与慈爱相随。这时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主的爱，用扬声欢呼赞美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将最大的颂赞来高举我们那一位救我们脱离患难、赐下生命盼望的主。
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好，大家请坐。奉献，咱请后师同工。请起立。请坐。报告，
我来简单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本主日为音乐见证福音主日，咱感谢福音亲友一同前来见证主恩，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众人同在。第二项，本主日下晡到11月13号，两位牧师要参加北中性别公益种子教师的研习，地点在万华。第三项，11月15号早上9点，总务部会派人清洗水塔，所以教会暂不对外开放。第四项，11月18号早上10点召开中执会，12点召开2024事工研讨会以及预算会议，请各团契新任以及续任会长辅导列席，并提交预算于会中审议。中午备有便当。第五项，11月26号，是感恩节主日为和堂礼拜。礼拜中将进行大手牵小手，一同向上献心献银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一年来的护佑与引领。第六项，11月26号，礼拜后将举办一家一菜的感恩飨宴，邀请兄姐分享拿手好菜，并至1楼柜台登记，避免菜色重复。用餐后随即进行圣诞布置，请各团契留意配合。第七项，2024年度爱餐认现一个单位3000元，认现款请交于干事，并于2024年入账。第八项，教会备有2024年精美月历，原则上1户1份，请至柜台登记领取。团契消息：11月24号上午10点，相连团契聚会，主理是义节牧师。具体消息：老回英长老娘于11月7号安息主怀，享年97岁。北抵11月25号上午11点，在二滨景仰楼1楼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求主安慰遗族，奉献明细，请咱家己来看。新朋友我们请有新朋友，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翁哥干嘛站起来？好，我们欢迎大家今天来见证主恩。上营信息511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的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衬，甲领三甲地地，对于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咱做伙来迎会后诗。我邀请兄弟姐妹做伙跟阮来唱。咱做伙是拍手吼，求主大大的使用咱每一个人。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再见我，是被掳的释放，下
眼能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来，做回来，他伸手，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总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我们一起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嘿，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弟兄姐妹起来 ，Come on！ 嘿，嘿，一起带着主的力量前进。一起来，大声说，嘿，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一起每天。总会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什么？哈利路亚，一起来，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都带着主的力量继续前进，哈利路亚！来到闭会。